另外就講到一啲特別設計嘅暗架天花裝嵌啦。首先第一種咧就係彎形假天花 curve ceiling， 佢個裝嵌方法係根據供應商指引嘅，有兩方面要特別留意。一就係將龍骨即係絲槽喺廠房依照設計嘅固定 R 位，用機咬彎至正確弧位。二咧就係實地將假天花嘅最高位同埋最低位嘅平水，確保拉通不變至得嘅。至於第二種咧就係圓拱體假天花 dome ceiling， 佢嘅裝嵌方法咧同樣係根據供應商嘅指引，將龍骨絲槽喺廠房按設計嘅 R 位用機咬彎之後咧，再將所有絲槽駁口加穩駁碼，成為正確圓形。為咗確保每個橫切面咧都係同一個圓心位，咁就喺圓拱體嘅假天花頂上面預先做好一個平面假天花或者吊架嚟做對稱位置之用嘅。之後咧就可以將龍骨用2cm碼接駁到吊架上面，然後咧再調校圓拱體嘅龍骨到唔同嘅起級平水。跟住咧就會上支架 W 槽，而呢啲 W 槽亦都係按設計嘅 R 位咬彎。當整體骨架都安裝穩固之後咧，咁先可以如期進行其餘嘅工序噶。以上兩類型較具特色設計嘅假天花都有啲特別裝嵌功夫要小心嘅，就係用石膏板上 W 槽嘅時候，要留意 R 位係唔可以太細，例如2米左右。兼且喺用螺絲安裝嘅時候，所有弧位都要保持喺200mm 中至中以下至得嘅。另外 W 槽收上絲槽嘅時候，最低位每段唔可以超過300mm嘅。安裝好晒咯，就梗係進行最後驗收啦。其實明架同暗架嘅驗收方法都係差唔多嘅啫。管工就要按圖則檢視各假天花嘅平水係咪一致。假天花同埋其他機電設備嘅獨立懸掛結構同埋配件已經穩固安裝妥當。咁龍骨駁口就要通光，而且支架嘅駁口同埋牆角亦都要冇起級。生口位置同機電設備位置要正確，各種收口方法都跟足批准大樣圖嚟做。如果係金屬假天花咧，就要留意埋表面冇磨損、變形同埋刮花。而紙板假天花咧就要留意有冇受潮而發霉添啊！又幾叻喎！嗱，咁外欄嘅假天花就更加要測試埋防風能力。方法就係用叉試托起任何部分，確保防風碼能夠發揮作用嘅。仲要檢視各收口裝置按圖則做好，埋牆角嘅駁口冇起級，全部符合晒啦，就為之優質啦。嗱，如果地盤入邊每一個工友都可以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個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啦。